如果想入住療養院，一定要經過一個政府部門 MyAgeCare 我的養老服務安排單一評估系統 Single Assessment System 上門為長者做評估，獲得政府批准後，先可以入住澳洲政府資助同監管嘅療養院。所以申請入住療養院之前，你要先去 MyAgeCare 我的養老服務嘅網站做一個網上登記申請，或者你可以打電話俾 MyAgeCare， 電話係1800-200-422。接電話嘅會係講英文，如果你英文唔係太好，你可以使用傳譯服務，電話號碼係131450。職員會問你打電話俾我的養老服務嘅原因，你可以同佢講我想申請入住療養院，請佢哋安排單一評估系統小組嘅職員上門為你評估。職員會喺電話問你一啲基本個人資料，例如姓名、住址、電話同醫療卡號碼，以及你嘅健康狀況。之後你就要等職員打電話俾你，去約定某一日某一個時間，佢哋會去你屋企為你做評估。當然，如果你英文唔係太好嘅話，佢哋會帶一個廣東話口譯員上門為你做評估。其實評估員上門最重要係想評估長者嘅身體狀況，所以做評估之前，你最好去家庭醫生嗰度拎一份最新嘅病歷，例如你幾時做過手術，或者而家服用緊咩藥物等等，方便你完成評估。評估嘅時候，你嘅屋企人可以在場協助同埋補充資料。一般嚟講，做評估之後1個月，你就會收到 MyAgeCare 寄俾你嘅評估報告。如果你獲批長住療養院 Residential Permanent， 佢哋會俾一個轉介號碼 Referral Code。如果你獲批暫住療養院 Residential Respite， 亦會有一個轉介號碼。之後你就可以申請入住我哋澳華養老轄下嘅療養院。澳華養老而家有5間療養院，包括 Burwood 陳炳達療養院、Burwood 周祖伴療養院、Hurstville 錢良壽容療養院、Gordon 黃應榮療養院以及方寧療養院。如果你有興趣申請入住我哋轄下嘅療養院，只要去到澳華養老網站下載申請表格，填好所有資料，連同 MyAgeCare 我的養老服務嘅評估報告，一齊電郵或者寄俾我哋澳華養老都可以。至於療養院收費問題，請參考另一個有關於澳洲療養院收費嘅視頻。